太子驾到！太子来呀！好帅呀！太帅了，太子！齐胜他竟然对我张开双臂，他这是几个意思？难道啊？求拥抱？这么多人，不抱他，不给面子。抱一下。辛苦了，兄弟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娘娘，我穿的这么美，都还没更衣。太子。如此就等不及了。娘娘，太子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要更衣啊？奴婢刚准备说您就抱上去了。